国中的教育会考伫拜六礼拜要举行，全国超过19万名的考生参加，今日开放去看考场。不过，这恐吓批却是寄到台南市政府，讲要伫咧19攻击某一个国中会考的考场。市政府收到恐吓批了后，随报警察。警方也认为讲这是中国省长的学生伫遐变鬼变怪，目前有关会加强考场的安全维护。虽然高雄是无收到，不过会针对高雄21个考场彻底检查。远近到校门口顺路上签到，今年国中教育会考伫20甲21举行，全国超过19万的考生。台南市政府率伫18收到恐吓批，放调要伫19这天入去国中会考的考场随机攻击。警方发现批中会考日期写唔对，这个做法甲最近的案件正同，研判嘛是检警锁定的中国籍姓张的学生囡仔所寄的，要创治人的。讯息所留内容及电子信箱研判，与近期全国各地陆续接获恐吓案件手法相同，研判应属恶作剧案件。市警局那为了强化这个各国中的会考安全，在明后2天，我们全市18个考场都会加派警力来巡逻。我觉得天天就好了啦。对，反正会有相关的部门去处理嘛。台南市政府表示，全台南考场无收到其他可能有危险的情报资料，请考生放心。高雄虽然无收到要对考场的恐吓威胁，还是提高警觉。明后天的考试，每一个考场都有2位驻警，所以我们随时的应变可以透过跟驻警的联络，不要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啊，对啊，没办法那个啊，对不对？就平常心啊。高雄考区市委会表示，拜五下晡3点至5点开放考生看考场前，全市21个考场出入路线、市场等区域，拢会详细检视。开放时间结束，原来会再一次巡检，因应突发状况，各考场拢会有2个员警伫遐，若是有状况会随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